电话消息来看，高雄捷运早起发生通车以来影响上严重一个故障。对红线细运站到车埔站沿线受6站目前是暂停营运。经过确定是有部分的送电轨道固定的所在脱开，去测到车底这电箱设备，如果要到下暗的10点才会修理好势。 真侪民众客伫细运站出口，面上是无奈甲生气，因为到捷运站了后，只知讲站点无营运，只好该叫客停车也是等高捷公司赶紧调度的转盘公车。什么接驳车他们不管我们，我们叫不到进车，我们从桃园来的，太可恶的。他只有说换其他交通工具，或者是台铁之类的。 高雄捷运红线A17细运到A21都会公园，沿线5站离早起晚9点，因为导电铁轨路电力无正常，城市降级采局部运转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。到10点半，细运站到A22青埔站直接无营运，当时4台列车拢清车，影响大约200-300位的旅客。都会的话，你要不要坐4公车会比较近一点？ 高中一直拢无排除，唔知影民众来到都会公园站，敢若看到闸门拢叫着封锁线。经过排查，维修人员下晡发现下行路段部分导电铁轨路固定的所在落来，并且甲列车一边遐有弄到分裂。R24车站以北下行路段有部分3轨固定处脱落，并与列车集电靴有撞击痕迹。 导致列车集电靴断裂及3轨受损，因而造成部分区段3轨电力异常，所以需要区段暂停营运。高捷出现通车以来上大一摆故障，外团是阿 K 湾路段隔音壁工程造成的，也毋过高捷后任只确定有8台列车的一边遐受影响。高捷已经安排刷转来厂内来检修，希望暗时10点进前能修好。高捷转盘车也继续增加到9台，逐站来载人客来降低旅客无方便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